我係阿 Kim， 香港傷健共融網絡嘅總幹事，亦都係猛龍隊嘅創辦人。我哋成立咗一隊叫做係全世界我諗香港獨有噶啦，就係猛龍長跑隊啦。佢嘅組成咧好得意嘅，就係主要係視障同聽障嘅跑手，再加上健全嘅領跑員。猛龍長跑隊最重要精神咧就係 We Can， 我們做得到。看不見，聽不到，猛龍做得到。好多傷殘朋友仔咧，初參與猛龍長跑隊咧，都自我否定嘅，覺得啊我唔得喎，哇10公里咁長，半馬咁長，全馬咁長。但我同你講，我唔會等低佢哋嘅。由3公里、5公里、10公里半馬，最後我同佢跑全馬。所以過去11年，我已經跑咗10幾個全馬㗎啦。佢哋嘅信心越嚟越強。我最開心見到佢哋重拾自信，覺得生活係有尊嚴嘅，生活係有盼望嘅。Well done，例如啊，10公里啊！11年前，為咗鼓勵殘疾朋友積極參與唔同領域，我成立咗傷健共融網絡，希望做一個中間人，將殘疾人士呢一邊，無論視障、聽障、肢體傷殘嘅朋友，可以同主流社會能夠用埋一齊。我終點唔會因為我哋殘疾而搬遠咗，同樣終點唔會因為我哋殘疾而搬近咗。我今年已經50幾歲啦，我自己都係一個發展好慢嘅人，或者傷健人士起步比較慢，但我哋係唔會停步嘅，一定會繼續挑戰，繼續慢慢行落去。